嘛讲到即摆哦，台湾各地头拢有警察甲消防人员来确诊。像这个新北市10支的消防分队，就有7个队员为着病毒，加在这个分队已经来启动分流，所以救灾无受到影响。那台北市警察局的南港分局，嘛有7个警员来确诊，不过有这个侦测队员来指控，讲快筛阳性，主动要求要搁来做 PCR 体检，煞互侦测队长来拒绝。这队长是叫队员食感冒药就好，无讲会骹手无够。台北市警察局是来回应讲，将来都无禁止员警做快筛，或者是做 PCR 检测，已经甲侦测队来沟通。那这个侦测队长除了记过，嘛防调来勤。全台湾染疫的人数一直变多，其中嘛包括湘北、警消的人确诊。不过，今麦却传出北市南港分局的侦查队长不爱让队员去做 PCR。要练 PCR，大家都会做，我们整个队伍都会做。不要这样子，像我要去跟大家都到。这个侦查队员4月底身体感觉无爽快，快筛是阳性，赶紧去病院做体检，说电到给队长骂。你们要完全串通好了就是了，那你就不要来上班了嘛。不是啊，生病我也没办法啊。我们对社会治安就是有付出一定的心力的，但是我们做了这么多，上班上到确诊，那换来的是长官，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过分。队员阁表讲，因这个队已经有7个人染疫，队长阁讲啊无爽快食感冒药就好。对这件代志，北市警察局跳出来发冤枉，并未禁止同仁实施快筛或者是 PCR 的检测。南港分局侦查队队长处事不当部分，经调查属实。警察局讲，今麦已经开始调查，侦查队长唔来扣记告，恐惊卖红调工课。警消人员都被卷入这波疫情，新北市汐止的消防分队就传出也有同仁确诊。根据了解，这个同事4月底等来到南部病院照顾4大人，5月7日回来时出现呼吸道镜头，快筛嘛是阳性，伊的同事嘛经做采检，佮提出11个人阳性 ，PCR 结果出来，规分队拢总有7个人确诊。目前这个分队在属性上面，它是属于水域的救援，执行一些重大的一个救助勤务，每天有7至8名的同仁会上班执勤，维持了我们基本救灾战力。强调确诊未影响勤务，分队卖专门消毒，进行分流管制。疫情期间，警消人员随时调整支援，未甲防疫放混乱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